你來學習一下自己常用嘅對話。第一句，你好，請問你愛攀乜嘢呢？你好，你好，就是國語您好的意思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接下來，請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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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要辦什麼呢？你會辦乜嘢呢？你會辦乜嘢呢？整句話接起來是什麼呢？你好，請問你會辦乜嘢呢？你好，請問你會辦乜嘢呢？第二句，我有幾個問題，我想請教你。這邊要特別講一個字，該，這是非常道地的客語的用法。該有點像發語詞，就是那。那我有幾個問題想要先請教你，那我們先聽哦。該，那，該，那，我有幾個問題。我有幾個問題，我有幾個問題，要先請教您。我想請教你，我想請教你。好，整句起來呢？我有幾個問題，我想請教你。我有幾個問題，我想請教你。接下來，請問你是軍公教人員、農民或是漁民？請問你係軍公教人員、農民也係漁民？請問你是？請問你係？請問你係軍公教人員、軍公教人員、軍公教人員、農民、農民、農民、漁民、漁民、漁民。好，現在有個詞比較特別的，也係，也係，這是我們華語中的或是。那你聽哦，農民也係漁民，這句話是在問農民或是漁民。好，那我們現在來挑戰整句喲。請問你係軍公教人員、農民也係漁民？好，請問你係軍公教人員、農民也係漁民？那我們現在有一句是挑戰題，這是特別難的一句。當那個資料表格特別難的時候，我們公務人員想要請民眾想要帶回去跟家人討論的時候，我們要怎麼說呢？你在那轉去，老婆客人參詳一下，等全部寫好，將拿來上牆。練習聽力咯。你在那轉去，老婆客人參詳一下，等全部寫好，將拿來上牆。好，以上是我們這個單元所有的語詞練習。